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称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知影农村社会家家户户饲猪的真济，所以用猪的俗语话来比评世间万项的经理、万项的作物，原来真趣味。头一句国情招你探讨，人讲猪仔过灶芳，一款人吼，你饲一座猪，我饲一座猪，即摆吼伊就安尼上。哦，恁这边咧饲的猪，敢若较肥较水哦，真正不知足。啊，过去人台湾歌谣伫咧唱，伫咧表明讲做人毋通安尼生。讲别人阿滚是穿西米露，阮的阿滚是卖青蚵。人叫阮是青蚵仔嫂，要食青蚵仔免惊无。毋通嫌嫌讲别人穿西装咧嚣摆，咱当嘛优先一项。来要食青蚵仔吼，毋免等人杀出来卖，不时就有通食。安尼后则知足，毋通嫌嫌人好野，出入全是进口车。毋通怨叹咱散车透风落雨也着行，叫人啊知足。另外搁一句俗语，讲吼破笑看猪屎，就是讲家己厝里的物件爱惜了，破笑无要处无要用啊，留咧有一天看猪屎，加减有用途。咱尾嘛有一波塔啦。讲到这，我就想到，记载这句俗语话，日本时代台湾风俗志内底，另外边个注解无共款的俗语，讲破鼓好救月。虽然毋知影讲早前来看到月亮啊，人讲天狗食月，就爱水缸摕出来卡，鼓摕出来弄，所以鼓卡破，你毋通偏意上。有一天吼，天狗食月的时阵，就通好应用。嘿，国情啊，咱兜敢无真正迄个完全无价值的物件？有啦。人伫咧比评一句话，讲猪毋食，狗毋哺，实在足表示的，才有讲即句话啦。啊，过去咱伫解文说理，就咧摇味猜，敢无讲三国时代王允献貂蝉，貂蝉是美人哩，互咱了厝内一项上界无价值的物件。貂蝉一个献互当到了，拍破当到甲吕布两个客爸客囝的感情。讲来到这，你就想到啊。王允献貂蝉，互咱摇味猜，摇咱出来上界无价值的物件，叫做破倒步对，拍破当道甲吕布的感情。虽然感觉讲这个倒步真正无路用，猪毋食狗毋哺，啊，毋过有当地啊吼，摕来切倒面，原来真好用。所以是好是歹，台湾人就是咧囥安那样，囥一句俗语话，甲咱讲吼，家己种一丛，较赢看别人，你讲看有赢。